主后2023年3月13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行往耶稣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马太福音第9章第9节到38节。耶稣离开遐，往头前行的时，看到一个人，名叫做马太，坐伫税关。耶稣甲伊讲：“来缀我。”伊就起来缀伊。耶稣伫马太的厝食饭的时，有真济冒失甲罪人嘛来甲耶稣以及伊的门徒做伙食。法利赛派的人看到，就对伊的门徒讲：“是安怎恁老师甲冒失以及罪人做伙食饭？”耶稣听到就讲：“健康的无需要医生，破病的才有需要。恁去学习即句圣经的话。我爱怜悯，无爱祭物，因为我来毋是要招义人，是要招罪人。”有一遍，约翰的门徒来见耶稣，对伊讲：“阮甲法利赛派的人常常禁食，是安怎你的门徒无禁食？”耶稣应讲：“新郎邀甲婚宴的人客做伙的时，人客减会哀伤。日子得要到，新郎会互人对因中间掠去，迄时因就会禁食。无人用无救水的布去补旧衫，因为补鞋迄块会甲衫救你，颠倒破搁较大空。嘛无人将新酒入伫旧皮袋，若安尼皮袋就憋破，酒流出来，皮袋嘛歹去。新酒应该入伫新皮袋，安尼两项就拢保全。”耶稣对因讲这话的时，有一个会堂的主管来跪伫伊的面前，讲：“我的查某囝拄仔死去，请你来甲伊换手，伊就会活起来。”耶稣就起来缀伊去，伊的门徒嘛去。拄迄时，有一个治着血漏病12年久的妇人人，行活去耶稣的后面，摸伊3句的手，因为伊心内想：我简单摸着伊的衫，病就会好。耶稣活过来看伊，甲伊讲：“查某囝，安心，你的信心互你好起啦。”妇人人随时得到医好。耶稣来到会堂主管的厝，看到分担仔的甲规大阵人弄滚，就甲因讲：“恁拢出去，即个查某囡仔毋是死去，是得困。”因就甲伊提笑。赶群众出去了后，耶稣入去查某囡仔的房间，牵伊的手，查某囡仔就起来。对安尼，这个消息传到迄地区的逐所在。耶稣离开遐的时，有2个盲人缀伊去，因大声喊：“大逼的囝，林明远！”耶稣入去厝内，盲人就惊活去。耶稣问因：“恁信我会当甲恁做即个代志是无？”因应讲：“主啊，你会。”然后耶稣摸因的目睭，讲：“照恁的信心，互恁实现。”因的目睭就开，会看见。耶稣严严吩咐因讲：“千万毋通互人知即个代志。”毋过，因一个出去，煞将耶稣的代志传遍迄地区的逐所在。因出去的时，有人带一个富贵附身袂讲话人来耶稣遐，过一个互耶稣赶出去，迄个袂讲话人就讲话。群众拢着惊讲：“伫以色列，阮毋捌看到即款代志。”
不过法利赛派的人讲，伊是靠鬼王在赶鬼。耶稣行透周围所有的城市甲庄舍，伫因的会堂教示人传天国的福音，医好逐款的症头甲病痛。伊看到遐大阵的人，就可怜因，因为因亲像羊无牧者，困苦无人照顾。耶稣就对伊的门徒讲：通修行的真济，做工的人真少，所以恁着祈求管修行的主派工人去修行以上。行耶稣，囡仔拄啊开始学会晓行路的时阵，做爸母的总是会伫另外一头双手展开，等要揽抱较无惊还袂知迎面行来的囡仔。囡仔虽然脚步袂知，毋过伊相信伫头前伫等伊的爸母会安稳甲伊接条地，所以才迈步向前行。经文中，这位患血漏症的妇人人是长期踮伫不洁无清气、无法度过正常生活的犹太妇女。根据利未记15章记载的条例，妇女的病症，互伊一直处伫不洁无清气的状态。一旦有人摸及到伊，对方也会变做不洁无清气。因为安尼，患病者往往互看轻，毋敢摸及，也无法度有正常的社交生活。这个妇女冒着可能受发现的风险，勇敢行向耶稣，阁望耶稣的外袍衫具。伊心里想讲：我简单摸着伊的衫，病就会好。结果，这位受人推崇的耶稣不但无责备伊，反倒活转心来看伊，亲切对伊讲：查某囝，安心，你的信心互你好起来。耶稣伫服侍的旅程中，为了这个不洁无清气的妇人人，停脚步，活转身回应伊。妇人人勇敢行向耶稣的信心，互伊得到医治。当伊行向耶稣，相信耶稣会医治官病，伊的病就得到医治。若简单身躯转入，生活也有所改变。伊无搁再互看做是不洁无清气，对待以后通拥有正常的社交生活。伫女性价值无受重视的年代，主耶稣也透过医治的行动，显出伊对待人并无分性别、身份还是地位。真侪人面对病痛的时，真容易停伫原地，被动等待医治。有人可能会找牧师祈祷，期盼新药出现，却毋按照医生交代服药。也有人一直换医生找求治疗，却犹原维持着无健康的生活方式，大食大啉，消极闭关，怪东怨西等等。要记得，疫情严峻的时，发生4大疫苗乱枪，甚至某一寡基督徒以信仰做理由，毋愿注射疫苗，这真是曲解了基督信仰的真理，搁较是误解信心的意涵。信心毋是啥物拢莫做，是愿意付出行动。信心行动上大的收益就是疑惑和恐惧。要克服恐惧，必须仰望上帝话语的应允；要克服疑惑，必须相信上帝话语的确袂落空。囡仔拄在学行路时，因为全然相信父母
就毋惊跋倒。同样，咱迈出信心脚步时，毋免担心主的回应是 yes 还是 no。雅各书第1章第6节讲，不过恁着靠信心祈求，毋通犹豫。犹豫的人，亲像海涌互风扫，起起落落。当咱踏出信心的脚步，行耶稣的时，伊早就知影安怎回应咱。默想，当身躯边所疼的人落入绝望处境的时，我着安怎鼓励伊勇敢行耶稣，祈求伊的医治甲透放呢？当身躯边所疼的人落入绝望处境的时，我着安怎鼓励伊勇敢行耶稣，祈求伊的医治甲透放呢？咱做来祈祷。亲爱的主，每当困难，我总是会对信仰产生怀疑，伫苦难中失去信心，只想找求人的帮赞，无找求你。毋过你的疼总是不离不弃，感谢你的恩典和怜悯，也求你保守患难中的兄弟姊妹，勇敢来找求你，信靠你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